警告嘅。咁喺海外嘅人，你知道點解會有事發生？美國好多情報知嘅咧，我對你兩大同呢個已經掟上咗嗰位兇手嘅喎。咁當然就嘅係之後用嚟為咗因為死亡事件嘅華人委員會都從未對此進行調查。睇到最慘係華人委員會入邊當中嘅醜聞事件嘅嗰個人，就係佢當然係冇關事件上面涉咗任何人嘅黃金嘅，佢嘅黃金係直情係炒咗佢啦。咁一來就係同嗰啲做 CIA 嘅局長，佢就係俾咗咁嘅有關嘅嘢。我作為呢個都係揾佢入華人委員會嘅。大家而家就明白，其實呢個華人委員會內係用嚟找真相，睇真相。而且我呢件事無論有幾多人都好，只係1%個結論。喺呢個呢刻嘅我哋呢度大家可能會問，就到 FBI、CIA 咧，知道呢個司法局講問題㗎。我哋睇執法啫，法人事我哋聽話 CIA 有㗎。參加埋嘅件事喺1996年嘅時候 ，DiCaprio 當年嘅指揮官表示 ，DiCaprio 係喺日本 CIA 接觸嘅。而2023年嘅同一份交流文件，大家可以見到遮咗嘅，咁樣就可以證明 DiCaprio 佢去日本嘅呢件事係一直都唔公開，因為呢個文件係顯示住佢哋嘅曾經嘅故事。因為兇手 DiCaprio 係選擇喺日本期間被 CIA 佢生存喺日本厚木海軍航空基地，佢一直都係中央情報局喺20世紀50年代尾著名嘅中央情報局樞紐嘅中心，運動嘅時候嘅航空以為呢個問題係，咁即使去到1996年，因為離職之後30幾年，CIA 都仍然以干涉 DiCaprio 嘅情報嘅咧，係細細個嘅啫，冇得揀，冇得做，係一個神狗。DiCaprio 喺1957年到1958年之間，其實喺海外，而且日本期間咧，被 CIA 幫助咁就可以好清楚解釋到，喺後嚟嘅 DiCaprio 仲會有好奇怪嘅行動，例如喺1959年蘇聯，1962年翻美國，喺間藝傳單書店及最終喺1963年參與暗殺甘迺迪，咁係非常 CIA 嘅話語特別。嚟到呢度，佢自己係代罪羔羊喎，唔知發生咩事喎，我同佢都真係好似唔知咩事喎。當然發生都係好多人謀殺啦，但係大家唔好記得美國60年代最著名嘅係 MK Ultra 第12俾大家睇下嘅時間，竟然係120年啦，真係呢個世界係有好多嘢係留下嘅。好似當年佢喺1953到1973年之間 MK Ultra 呢個對住 Black Sorcerer 拍破壞小事件嘅佢，喺 MK Ultra 計劃入邊探索使用 LSD 同埋其他方法，對之前嘅受試者進行精神檢查。最爆嘅係呢段時期嘅司令就係喺日本航母海軍基地嘅 MK Ultra。當然就有人話個空軍基地度就一定俾人 MK Ultra 入嘅咩？又唔係啊！而家又真係嗰一個打頭咁嘅人啊！跟住佢話：我聽住佢好多人死咗啊！我話以前嘅文件真係非常之㗎啦，呢啲咁嘅文件個本身歷史以前都可能甚至當年呢個人相信 CIA 嘅有關呢個有關，原來都同意識有關，兩個故事全部講。好，嗱，以上咧講完呢刻咗。